乡亲啊，咱台湾真有可能是南岛语族的家乡之一，所以台北北投文物馆特别邀请9位南岛国家的表演者到台湾来表演，嘛展览因的文化产物，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南岛的艺术文化。千原住民传统的服装，头顶戴一顶传统的帽啊，手内举一支乐器，一面弹一面唱，伊是悠悠特别对户外这岛来参加南岛艺术文化展。也有其他6个南岛国家，像马达加斯加、所罗门群岛、马来西亚等等，甚至是台湾的原住民，因嘛是属于南岛语系，因拢做伙伫台顶表演，代表家己民族的舞蹈。他们这7位的音乐家都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们说我们的祖先就是从台湾来的，所以我们用南岛回家这样的一个主题，今天他们真的回到台湾了。南岛语族总人口数大约2亿5千万人，语言有1300多种。有学者分析推测，台湾是南岛文化的家乡之一，所以特别请南岛族的原住民表演，也佮展出因的创作以及100多件的南岛文物，希望把南岛艺术文化透过表演佮展览新的样貌，互更较侪人看到。